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兰屿，这个当地防台风甲防台雨拢相当的惊人。民众驶车驶过环岛公路的时阵，差一点啊，互陷起来的海涌吞去。啊，靠达里的港口的外籍货船，经过海涌一暝的冲洗，是直接来断做两截。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！快点救人！救人啦！昨伫咧环岛公路的龙岛洞口，海涌是大甲砍到路面，一只修理车险啊互淹去。详细甲看，雨烂拢倒去，无法度挡海涌的威力。顶回伫咧凯美风台的时，雨烂就海去，即马过来一个山岛里。海涌是一波比一波搁较大，徛伫咧海岸边，画面互人看甲会惊。有比较倾斜。看待货船袂顶袂当，敢来当互海涌冲。山岛里风台按算为南台湾登陆，这两天兰屿的风雨是真惊人。气象署预估，兰屿伫今仔日会出现11到13级的阵风。目前的风雨已经是真惊人，但风台愈弱，状况恐惊会搁较严重。昨有一只外籍的货船跨搭伫港口，经过海涌甲冲规暝，遮尔大只的货船煞断做两截。不少当地民众记录种种的惊险画面，对大自然的威力，除了是惊吓，搁较侪的是敬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